品尝了新鲜的烤龙虾，还有呱呱亲手做的3色面疙瘩，我们吃的好满足呢。只是来到了花莲手风乡，当然也不能错过这里丰富的生态环境。下一站，我跟呱呱要享受最原始的自然生态，拥抱大地，体验跟都市不一样的玩法。搭上竹筏，我们出发喽！你好，欢迎你来到花莲咯，也让你介绍环境咯，我也下来竹拜。生态园区的腹地相当广阔，而竹筏上有导览员绕你小改翻景，非常适合小朋友哦。精彩的内容让我跟呱呱听得好专心，一下子就统统记起来了。宝贝，刚刚叔叔让你少改翻景，记不记得有什么？有啊，有鸭子，还有鱼，还有柳树，还有花花，还有蟑螂，水蟑螂哦，还有水蛭虫，对不对？还有水虫。好多那边有好多哦。我们说一说它就出现。对呀。搭着竹筏，乘着凉风，舒服的让我跟呱呱都快睡着了。这里除了生态导览之外，还有很多的体验活动。睡一觉起来，我跟呱呱精神百倍。我们要来品尝与众不同的客家味。老师，你帮我们少改披萨有什么口味？有客家米丝的披萨啊，那种泡菜、汤猪肉、葱头啊、黄梨、tomato， 还有你的吗？知道。知道，好。手做披萨好玩又好吃，激酱福菜咸猪肉披萨，让刚吃完早餐的呱呱还是一口接一口把披萨通通吃光光。看来他真的很满意自己的作品。吃饱饭后还要散步，运动一下。园区内的大草皮不但可以散步，还可以放风筝，让小朋友好好放电，消耗体力。起来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累了。宝贝，花莲的生态资源好丰富哦。对啊，我看到很多鱼，还有昆虫。下次我们邀请朋友一起来，我们会绕你少改翻景。